皮扎巴拉樞機係耶路撒冷拉丁禮宗主教，早喺加沙戰事之前，每到聖誕節臨近，佢都會到訪加沙，直到現在佢仍然咁做。今日呢次本質嘅牧民訪問更具意義。樞機到訪嘅目的係安慰並鼓勵仍然喺加沙嘅天主教教友，儘管已經達成停火協定，當地情況仍然嚴峻，一切形式嘅人道救援處於稀缺狀態，民眾正飽受苦難。最近皮扎巴拉樞機到訪難民營以及明愛咁樣由天主教會營運嘅慈善機構，加沙嘅民眾以咁樣嘅方式準備佢嘅到訪。為預備聖誕節，樞機亦都舉行咗一台彌撒，正當保證整個地區持久和平嘅重大進展持續停滯不前。天主教會以及其他基督教宗派一齊正在做力所能及嘅事，例如樞機抵達加沙前2日簽署咗一份共同呼籲，請求讓患有白血病嘅兒童能夠獲准前往耶路撒冷接受治療。